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9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昨下晡2点，阿里山发生树林大火，火烧规暝，到大还未拍花。早起林管处科长伫现场和石头牵着。过来今仔增加6例境外移入的病例，台成功桃园病院早起嘛收到 AZ 疫苗，上紧后礼拜一开始做。国民党的高雄市议长陈丽燕涉嫌诈领助理费，透早200万交保。新闻先来看，昨下晡2点，阿里山发生树林大火，火烧规暝，到大还未拍花。早起火嘛拖过阿里山公路，目前交通管制，因为四khu位啊拢是竹林啊、草坡啊，火阁继续在拖。嘉义林管处嘛申请直升机伫空中覆水来拍火，嘛传出有一个林管处的科长伫现场和石头牵着。从昨天发生火灾之后，彻夜未眠包括跟消防队那边的消防车来进行呼救，不要让它火舌往上窜，所以说把它压制在公路台18线公路的下方。那另外在靠西边的部分，是一个湖山部落在那边，所以我们目前这一块的话，也是把它守护住，不要让它漫烧到这个湖山部落。今仔早起火已经拖到福山民崩坑，火是烧啊真猛，四界拢是烟哦。目前阿里山公路68公里到69公里的路已经封起来，要对阿里山游乐园落山的民众爱改对塔这方向落山。嘉义林管处表示，因为山区真大，嘛真久无落雨，这几天温度搁较悬，所以现场嘛真热，所以足歹拍火，造成火是一直拖要1公顷。起火的原因目前搁在调查。今仔日过来增加6例境外移入的病例，分别是自菲律宾、美国、巴拉圭入境哦。早起有一寡病院嘛已经收到 AZ 疫苗，后礼拜就会开始做嘛。上紧今仔暗头啊，专家会议会宣布。那么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大概傍晚5点的时候才会召开这个专家会议啦。那当然会针对就是 EMA 就是欧洲药品管理局，他们这边有针对他们在过去英国还有欧洲地区所施打的这个将近2000万剂的 AZ 疫苗做一些回顾了有关是不是礼拜一会开打，那这个当然就是下午这个指挥中心指挥官他说他刚刚有在记者会有说他会参加这个记者会所以如果有结果，当然有可能在傍晚的时候会宣布。咱国买头一批11万7,000剂 AZ 疫苗，小数检验好势咯，这几天就会送到全台湾57间责任病院。台成功桃园病院早起嘛收到疫苗，病院是表示等待指挥中心下令，就随会使开始做。也毋过韩国又搁传出讲有第2例做 AZ 疫苗了后，有出现火灾案例。过来有专家就建议讲，应该等后面调查报告出来了，再来决定咱过来做疫苗的政策。医护人员赶紧将疫苗点收完成，也用塞车送到低温冷藏柜准藏。成功病院礼拜5 19早起接到新冠预定 AZ 疫苗配送到货，头一批差不多800支，会提供第一线直接照顾确诊者的医护人员分配来做，让自己单位同仁可以分批的来施打，那这样子可以减少单位人员因为副作用导致说不能够上班，损失这个人力，导致这个单位没办法运作的情况。因为咱国采购的11.7万剂 AZ 疫苗，是由数已经完成检验封口，这几天开始配送到全台湾57间责任病院来做疫苗注射的所在。上紧后礼拜一22就当全面开始做。也毋过有国内专家是烦恼讲，韩国进前爆发着做完 AZ 疫苗了后，第2例脱血管的事件，所以建议政府是不是应该参考后面的调查报告，再来决定国内注射的政策。第一个要等欧盟的正式报告，第二个呢，我们就看韩国全面打下去呢，
有没有类似的个案出来哈。对这个代志，指挥中心表示，礼拜五下晡会召开专家会议来做出完整的决定。若是国民党伫立法院维权委员会提出设立疫苗采购调阅专案小组的临时提案过关，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呼吁讲，将来这个事件完成了后，对公布所有文件内容接受检验。即马卖互台湾，因为违反着保密的协定，煞买袂到疫苗，害着咱国人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甲别流的旅游气泡头一团伫4月7日要出发，今仔有旅行社业者就表示讲，团体行程会伫1礼拜内底开始卖。我们现在目前规划会推出2种价位的团体行程。第一个方向我们会走向大众化、小资族群比较平易入手的价格。那我们希望以4天3夜的行程为主，价格落在6万块钱、6万块有找的范围以内。第二种商品类型，它会是针对比较高端、比较少数的精致的等于精致的小人的团体行程。那价格带我们目前会上看将近到20万。业者表示一定会遵照政府的防疫政策，行程大概卖固定。嘛讲别流的旅游气泡宣布了后，每一天有上万人伫网络的问行程。也毋过指挥中心嘛强调讲，出发之前，民众必须伫桃园机场采检，取得迄份 PCR 检验阴性的报告。6个月内嘛袂使有出国的记录。最近2个月无居家隔离、检疫，还是自主健康管理哦。目前按算旅游气泡的旅客会伫机场出境的南平设一个专门的所在来采检。继续看台北市一间防疫旅馆，今仔透早3点发生火灾，好佳在无人着伤，因为这拢是居家隔离的民众。台北市卫生局透早嘛甲其中45名居家检疫者刷到台北市安心检疫所。大楼外口烧出一搭一搭臭大的大坑，涂骹楼真侪烧着的物件入苍苍。台北市这间防疫旅馆19透早发生火灾，消防局出动30台消防车抢救。消防局表示，火集中伫个外墙，内部是无啥烧着，拢总疏散51个人，无人员伤亡。模模糊糊的有点烟了。我一看，开门一看到消防员了，就在外面，就叫我赶快走。饭店总共救出了这个51名，目前并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形，室内都是熏黑，所以燃烧面积以外观来看的话，大概是1平方公尺左右。导火点是检疫旅馆，消防人员紧急将人员疏散到顶仔骹。用过现场会当看到一寡消防人员拍火时阵，因为前方紧急未付挂喙罨，外界是烦恼防疫出现漏棚。他们都是外围人员哈，这个疏散的人员都有做好一些防护装备，这些人员是没有接触到这些寄件者的，其中有2名已经届满这个居家检疫期间所以我们在这个民政单位确认之后让他离场，所以呢，我们移至呢大概有45位大概45位。那同时间呢，我们也出动了防疫计程车。卫生局清点这间防疫旅馆内底住47个居家检疫者，2个隔离期满。透早已经紧急将45个人刷到台北市安心检疫所，若是详细导火原因，也由台消防局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空气品质拢无好，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是指出，云林县又阁是全台湾空气品质上歹的县市。今仔早起，地方的环保团体嘛去云林县政府定情，要求县政府来提出改善的对策。嘛呼吁讲，伫未了港来起天然气接收站，用天然气来代替烧土炭。云林县长张丽仙是表示，反对空气污染是全民的共识，也毋过县政府是认为有公安的疑虑，所以嘛无赞成伫未了电厂来起天然气接收站。近期空气品质持续无好，根据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公布，云林县是全台空气品质连续7年上歹的县市。云林在地环团认为，为了摆脱未了电厂烧燃煤，长期造成空污的问题，应该将燃煤改用天然气，才会让彻底摆脱空污。我们希望中南部也能够接受天然气，那中南部呢也可以不要烧煤，不是只有大潭那边才不要烧煤，北部不要烧煤，中南部继续烧。环团表示，针对云林县空气品质持续恶化，县政府针对未了电厂要督促立轻，将烧煤炭转型天然气的规划，但现在县政府无作为。至于云林县长赵立仙就表示，中央针对未了电厂规划是2020年度1，但为着全民公安安全，
拒绝未了来去天然气的接收站。我想很多的乡亲也一再表明了哈，那如果呢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办法维护公安，那我想这个整个的麦寮1、2、3厂应该要配合经济部能源局，在2024、2025年就来除役的哈。文管府环保局表示，麦寮电厂一年的发电量占全国5%，一年烧煤炭大约480万吨，规体污染量占去年20%。但文管府在有限的资源下，有针对排放管制加严定措施，但目前手动 PM2.5 监测只有搭了1站，袂当加用1站的数据，就来代表去年的空气歹，已经反映环保署来做商讨和调整。记者用文报道。可化严重，有民众指控台南市环保局使用消防栓甲一般自导水来接自来水去水车来冲水沟啊！民众是认为这实在伤浪费水啊！也毋过环保局是讲这站因为欠水，真少用消防栓的水，大部分都是用回收的水来冲水沟啊。台南市环保局的洗沟的车就停伫咧南区的清洁队大门口接水，准备要来洗沟的作业。毋过详细甲看用的水，煞是为消防栓出来。这个动作也互民众质疑讲，敢是用消防栓的自来水，伫这个欠水的时机，可浪费水资源。南区清洁队外面的那一支取水站，其实它不是消防栓。那它装设的原因是这边是掌管我们所有台南市的流测车，供给一般民众在办活动用的，不可能用回收水来让民众洗手。台南市环保局解释讲，这支虽然像消防栓的外形，毋过毋是予消防救灾使用，是环保局101年申请的，而且阁有立钱使用。虽然目前欠水，毋过像流动的公共便所顶民生的用水，也是爱用调水。毋过为台南市对抗科湾会议了后，毋但环保局的8台洗沟车全部拢使用回收水，自来水的使用量干那1成。我们沟取队有8部的清沟车，目前我们都是在污水处理厂取水，用回收水清沟。包括清洁队、水肥厂，还有我们流测车的使用了目前的话，大概一天是大概在18公吨。中央到地方拢呼吁大家爱对抗科湾，就惊外界观感无好。环保局为2月起就已经全面使用回收水，若是洗沟车方翕到接自来水要来洗沟的作业，目前嘛当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高雄市议长詹丽燕甲伊的小妹小弟等人涉嫌诈领助理费，高雄地检署讯问了后，今仔透早以200万交保。也毋过伊的小妹检方认为有毁掉证据、搁串口径的可能，所以向法院申请扣押禁见。谢谢。高雄市议长詹丽燕19号半暝用200万交保了后，头咧咧无应话，赶紧离开地检署。詹丽燕甲伊的小妹、小弟等人，因为诈领助理费，互检调传唤到案说明。2人共同多次利用遴聘公费助理的机会，以虚报人头助理或低薪高报助理薪资的方式，来向高雄市议会为不实的申领，并将助理费挪为私用。目前初估不法的金额约为300多万元。因为詹丽燕是高雄市4届资深的议员，去年第一摆做议长，平常时做人真亲切。消息传出了，嘛，互真侪议员感觉真意外。在地方上的经营是很有口碑，而且受人家肯定的。郑议长昨天也已经有交保他表示可能该交代的也有交代，所以我们还是静待司法调查。议员拢表示尊重司法调查，但嘛认为助理费甲选举文化等问题，爱对制度面文化等改善，避免一再发生。内政部跟这个立法院可以协助议会专职助理来进行修法，包括说增订这个加班费制度，也包括说就是让这个薪酬条件可以提高。诈领助理费过去在地方议会是层出不穷这跟整个选举文化有关系。那当我们在选前要花大笔经费来选举，那选后羊毛出在羊身上，就必须要把这些钱拿回来，所以助理费就变成一个可行的赚钱途径。检方认为，詹丽燕甲伊的小妹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甲刑法，获刑了，詹丽燕用200万交保。伊的小妹因为有灭证甲串供的可能，由检方向法院申请扣押禁见。其他的被告涉嫌伪造文书，分别请回也是用5万、10万交保候传。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
政府要阻止厂房推出房地合一2.0的手法，嘛降低贷款的申请数等等的措施。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政府是一直为着民众的居住正义的打拼，嘛希望互大家拢会买会起厝。为着压厝价，中央银行宣布为19开始，无论是自然人或者是公司法人，拢降低会当贷款的趴数。其中自然人第3号开始为6成降到5成5，公司法人是第1号开始，就限制贷款的条件，敢若剩4成，而且拢无宽限期。嘛头一届对工业区无咧使用的土地，抵押贷款提出规范，敢若会当贷5成5。针对这点，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伫立法院受访的时阵表示，政府压厝价是希望实现居住正义，互大家拢会当买厝买得起。拿房屋来炒作炒房，很不以为然。你可以为了赚钱做各种生意，但千万不要把房屋拿来做商品炒作。苏贞昌表示，政府一直为着民众的居住正义咧走总，所以一方面大量去社会主体推动包租贷款的政策，也推动房地合一，甲期限延长，都是希望会当阻挡买无偌久就随转手卖出去，落地啊趁饱的情形。事实上，伫这波压厝价的行动，除了中央银行大动作推出选择式信用管制以外，行政院最近推出的房地合一2.0修正案，嘛确定会追溯到2016年，而且易售屋甲边的换厝拢有效用。所以政府这一次针对法人，不管是这个买房也好、囤房也好，这个漏洞堵起来，我认为这点是非常好的。啊，当然这中间要注意到有没有去打击到一些正常的客户啦。溯及既往呢，它破坏了所谓法律的这个所谓信贷保护原则。那我认为这个事情呢是要谨慎为之。政府连续这样的动作哈，对房地产是第2颗的核子弹爆炸，回溯既往，这是在法律上从来没有的，对这些已经买房的人是不公平的。卖厝的中人业者认为讲，政府这波压厝价的政策会受到冲击的，应该是最近这2年入场投资的族群，接落来整体房市的价效无一定会降落来，不过交易量可能会减少。那建商是认为讲，房地合一2.0回溯，等于是咧处罚已经买厝的民众，对市场并无公平。建商下半年推案的量恐惊会减3成。记者综合报道。款团增加70万份海草打公道的人事书送到中选会，针对行政院的提案来反制。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表示，会尊重公民的权利，也毋过政府卖甲政策向人民讲好清楚。款团18要甲70多万份珍爱海草打公道人事书送去中选会，中央敢会提案来反制？行政院已经表态并无计划。院长苏贞昌19表示，尊重公民行使权利，卖甲政策，佮甲人民说明好清楚。政策所要做的事，都会很明白、诚恳的向国人同胞报告。我们对于所有公民权利的行使都非常尊重。查对的结果如果符合法律的规定的话，我们就会在5月27号正式的公告。看来海草打公道罢免会成案，执政党甲立委为了加强沟通，民进党团大会就找副院长沈英珍、甲农委会等等相关部会首长，就大谈海草打甲中油天然气第3接收站等等的议题，甲党籍立委上课，决定面对基层的论述。院长一直强调政府一体，那我们很乐意把行政部门，尤其是包括我们农委会的所有的政策，来跟我们自己的委员来做更完整的说明。根据了解，绿营4月份嘛启动全台湾超过300场施政说明会的计划，部分的说明会，总统蔡英文嘛会参与来甲民众对话。不过南营烦恼讲，蔡政府会赶伫公道过关进前起第3天然气接收站，19伫立法院会提案，要求第3天然气接收站都要随停工。经过表决，绿营因为食厝较济，所以较占赢面。保护早教，三阶停工。执政党这个斗性不要这么坚强啊，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环保的议题。我觉得现在问题会搞到这么僵，就是因为他们一直不愿意去面对，跟这些环团好好沟通。南营立委呼吁，希望执政党爱甲人民的声音听入耳，找出替代方案来回应，不是想空想胖来反制公道。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拜登政府上台头一场美中高层官员的会谈，将伫阿拉斯加的安哥拉治举行。中共代表用吉迪用较侪时间来批评美国民主甲网络的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警告中国爱遵守全球的秩序。代表团的官员后来佮透过媒体来互相批评对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亚洲的行程一个结束，18就甲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伫安克拉治市，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还有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面对面会谈。会议刚开始，布林肯就讲到中国对新疆、香港，还有台湾的作为，对美国的网络攻击，还有美国联邦的经济威胁，才会对维持全球稳定的基本规则造成威胁。I sa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ill be competitive where it should be, collaborative where it can be, adversarial where it must be. Our discussions here in Alaska, I suspect, will run the gamut. 杨洁篪透过翻译人员甲美国表示，无论为人数还是为世界潮流来看，西方并不是代表国际的声音。讲美国利用军事力量，也有财政优势，甲别个国家施压，叫美国爱放弃冷战的思想，也有相关的做法。坚持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反击美国，连因家己国内的人权问题都无在调处理。我现在讲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杨洁篪经替美国是规篇讲啊落长，接落来就随到媒体退场做闭门会议的时间。不过这个时阵，布林肯说话爱小动点一下，要求媒体全部留落来，互伊甲话讲互煞。And I just made my first trip, as I noted, to Japan and South Korea. I have to tell you, what I'm hearing i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described. I'm hearing deep satisfac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 A confident country is able to look hard at its own shortcomings and constantly seek to improve. And that is the secret sauce of America. 一直到会议结束进前，场面是拢真紧张。暗时啊，双方的代表团官员还佫透过媒体互相批评。国务院资深的官员甲媒体讲，中国真无站节。事先讲大话头干那2分钟，煞用20分钟讲甲规山平。也那杨洁篪是出来反驳，讲是美国大声无遵守外交礼数，伫会谈进前制裁中国的官员。伊讲的是顶一日布林肯就北京镇压香港民主派人士，对中国实施新制裁措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为了避免第三波疫情拖环头，法国昨宣布讲巴黎各部分地区被封锁，因为伫过去24点钟，法国又搁增加35000个病例。美国总统拜登是希望讲将临100天内底会使来完成1亿美国人注疫苗，即卖伊将临第58天，这个目标就已经完成啊。有媒体嘛指出讲，伫印度生产的 AZ 疫苗，互印度家己靠500万剂落来，家己要生产，嘛影响到英国疫苗的供应。昨天法国宣布，巴黎甲另外15区要实施更加严格防疫措施。巴黎北边郊区这个病院的重症甲护病房已经被砍伫，即马有的10床全满，还佫爱为外口的病院佫搬5床之外。On en a encore avec les variants, et il est temps que les gens se rendent compte de la gravité de la maladie. 法国18通报新增加的确诊超过3.5万例。迄一天，全法国感染新冠病毒，带至重症甲护病房17例，总共4246例，创今年新高。Dans ces 16 départements, de nouvelles mesures de freinage massive de l'épidémie interviendront à compter de ce vendredi soir minuit et pour 4 semaines. 即摆封锁措施甲去年3月甲11月比起来无遐严，民众用到外口活动，上远2加10公里，学校维持开放，不过非必要生活用品的店家要暂停营业。美国总统拜登18表示，目前美国逐天平均做新冠病毒疫苗250万剂，因讲是全世界第一，用安尼速度直到也就是拜登就任的第58天，就因达成家己防疫承诺，就近100天内完成做1亿剂的疫苗。8礼拜进前，美国年岁较大的人只有8%做疫苗，如今65岁以上已经65%，至少做过第一剂。做疫苗出来了后，英国一叫采买，佫一直宣导爱做，不过最近将会面临欠款。官方表示，保证尽量有够。And we have a delay in a scheduled arrival from the Serum Institute of India. There will be no weeks in April with no first doses. There will be no cancelled appointments as a result of supply issues. 英国向伫印度生产牛津阿斯特捷利康疫苗印度卫生研究所订1000万剂的疫苗，还有500万剂要延迟4礼拜交会。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疫苗会延迟交会是因为印度政府要优先满足家己个人的需求。公司新闻王文玲编译。
古巴是拉丁美洲位会使家己研发生产新冠疫苗的国家，嘛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有疫苗嘛进入临床试验的最后阶段。对古巴来讲，若是疫苗会使成功上市，是有正重要的意义。古巴东南部海华都市圣地亚哥诊所内底志愿民众，来自7市中的新冠病毒疫苗，对国家研发力真有信心。Es lo menos que puedo hacer, brindar mi apoyo para ver si logramos que esta vacuna. 古巴长期受美国禁运制裁，又要甲疫苗配方真歹摕到。早在为老卡斯厝执政的1980年代，就开始自主发展疫苗甲生物科技。首都哈瓦那芬兰疫苗研究中心设备不如西方好，按过技术真先进。肝癌、脑膜炎、肺癌疫苗甲8种囡仔预防疫苗拢自产国外销。这摆研发的4剂新冠病毒候选疫苗，伫拉丁美洲是唯一得到世卫组织认可进入临床试验的国家。未来甚至应推出疫苗旅游，招外国游客来做疫苗，可享受岛屿度假之乐，为古巴用要放下的经济困境来解脱。Con esta vacuna que va adelante, Soberana 2 ya se están haciendo análisis de capacidades productivas. Por lo tanto, ese reacomodo de nuestras capacidades nos está dando que tendremos una capacidad estimada de unos 100 millones durante el 2021. 古巴去年11月开放国际航班入境了后，新一波疫情欠悬，逐天新增加确诊破千人。首都哈瓦那这个月暗时9点到隔天5点宵禁，都市边境封锁减少国际航班，已经旅客爱采检，各强制自费隔离5天。古巴经济拢靠观光，疫情冲击加上川普时代新制裁，已经互经济限制顶前了后上困难时期。去年 GDP 减少11%，粮食甲日用品物资是真欠缺。当局推动货币甲经济改革，依然是无法度解决。在这情形下，用疫苗来解脱中期经济趁外汇，是全民的愿望。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来看比特币介绍，对去年11月份开始起，2月份头一摆起到5万块美金哦。伫罗西亚一个都市，因为遮真寒，水电是真俗，所以这比特币挖矿的公司去设设电脑数据中心，因为非常了解，嘛，互批评讲是破坏这个都市本地的环境，嘛真无环保。俄罗斯上大的加密货币挖矿公司 BitRiver。伫离莫斯科4000公里远，并天索地西伯利亚城市布拉斯克市设立一座100兆瓦的数据中心，替美国、欧洲甲日本的挖矿客户提供服务。Температура здесь в данном регионе +5, ч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о для работы майнингов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так как оно в процессе работы нагревается порядка от 60 до 80 градусов, то ес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 охлаждение. Климат здесь для этого подходит. Здесь порядка 8 месяцев, здесь зима. 比特币的生产全部拢是靠电脑处理区块链，或者是集成货币数位交易记录，需要高效能的电脑加庞大电力，所以大细袂输敢若是飞机机库的大型运送中心，拢是设伫咧冰岛、加拿大、中国北部加俄罗斯这寡现代国家。比特币的介绍，伫去年11月起3倍，到今年2月是第一遍超过5万美金。不过，愈侪人使用，就会使用愈侪高效能的电脑，另外的消耗当然也得增加。比特币的挖矿上互人批评的就是正商店无环保。英国剑桥大学所做的研究，提算那个比特币看作是一个国家，伊用电量伫咧全世界的排第30大，一年用的电甚至是超过阿根廷贵的国家。对此 ，BitRiver 强调，因的电力有90%以上来自绿色能源。数据中心设立的地点拢是能源伤过侪所在，而且伫附近拢有可再生能源。Оцениваете в 6% в целом майнинга криптовалюты, майнинга биткоина, то на Братск в России, я думаю, приходится, я бы сказал, от 1/4 до 1/3 этого процента.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总统蔡英文任内第2份的4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最近送到立法院，甲4当前比起来，这届的报告有写到，必须敌军反台失败，宣示国军保家卫国的决心。另外，陆委会主委胡泰山对两岸关系有新的解释，伊强调讲9二共识伫国内有正大的争议，这个名词根本无合用。
台海局势也未看到落暖，不过陆委会伫个18号来传达出善意，宣布要开放中国大陆商务人士来台湾。诸位区泰三讲，两岸是毋是会当有即个建设性的交叉即个概念？不如个外界较注心即个建设性的交叉，是毋是有加9日共识咧？9·2共识在我们国内都已经引发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纵使是国民党，他们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了。所以这一次，显然呢，已经没有办法。所谓用建设性的谋来代替。甲看共军对台湾的威胁有加无减，国防部长邱国正正前嘛有放条讲，看敌人要拍偌久，咱拢会防备到底。邱泰山嘛不止啊赞同，佮强调讲，这句话会当来听国军的士气。因为蔡总统伊任内伫第2份的4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最近出来有送交国会，内容有讲到国军未来要做啥，这和4年前甲比较起来，国军是防卫固守、阻吓恐吓，无通互中共亲门大户来咧吞打台湾，而且佮加注讲无通互敌人来犯台。另外，远程打击嘛来成做建军的目标。美国对台湾卖中程的防卫性武器，要安怎甲运用，这嘛是真大的考验。国军的创新并不是只有飞机、坦克、大炮这些硬体装备，更重要的是就是观念的更新。共军对台湾来做这款试探性的声浪，包含军机、军舰扰乱台湾，用假消息做认知作战。苏志芬讲，只会用规模化、规旁的这款斗大媒体的形式，过来放这款假消息，要对咱的内部来甲咱分化，来造成国内的矛盾。因若对付这个奥部，国军嘛有3大反制的部署，包含用科技工具、用多元媒体来支持，含刷咧伫国际上来做宣传。为着要反制共军来咧扰乱，国军嘛会联合海巡来应付冲突，提供证据来做联合军情的搜查监测。威胁我方海域安全的行动的话，以海巡为第一线，可以控制避免危机升级。那国军当然会当主要的后援。苏志芬讲，海巡署会当来成立航空队，协助国军来做海洋搜查，这会较轻松的任务。因若是中共的军机来咧扰乱，就交予国军出动战斗机来甲反制。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德，和中国掠去关4档路。今仔一寡社团团体直直欢迎外面开记者会，讲李明德和中国判刑5档，嘛已经关4档，应该得要放出来咯。也毋过家属到今，阁还未收到判决书，呼吁中国应该赶紧来回应。李明德的太太嘛到现场来表达诉求。中国政府有必要如此的残忍。连让李明哲拨一通气警电话给我都不行，我迄今没有收过李明哲拨给我的电话，或者李明哲亲自传达给我的任何讯息。希望能够去申请探监，但是这个状况也没有办法成型。虽然我已经表达，我可以接受隔离长达1个多月这样的一个状况，但始终还是没有得到消息。李明德太太表示讲，虽然中国规定讲每个月拢会使讲电话，也毋过伊拢无法度甲李明德联络。伊呼吁中国至少爱保障受刑人通信接见的自由，佮有健康权。李明德嘛已经关4档路，超过5年刑期的1/2。相关团体是呼吁中国应该互李明德假释。咱过来关心咱国内的水情，提供新竹科航园区用水的保利水库，水量敢若剩一成尔。水利署副水局甲新竹县长杨文科早嘛去水库了解，嘛伫研究讲桃园的水来支援新竹地区，到法国对1天20.5万吨，增加到22.5万吨。提供新竹科航园区主要用水来源的新竹县保利水库。目前有效吞水量只剩10%左右，特别大底啊。虽然讲即马长个研究，桃园支援大新竹地区的水量，监管府对逐天的20.5万吨，进一步提悬至22.5万吨。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趁机会建议中央增加设置宝山第3水库。我们必须要开源节流。那开源的部分，我们新竹县也特别建议，希望在宝山有第3水库，以及凤山溪的水也可以做蓝河堰。因为这个都需要一些调查评估了哈，这个部分我会依照县府的建议，我会继续来评估哈。除了关心水库水情，县长杨文科嘛带县府以及主管参厂商到底来到附近的庙寺求雨，希望天公伯啊赶紧落雨，
解决欠水的问题。我们这个祈求老天保佑，赐给我们雨水。那我们自己也要努力。那怎么样去节水啊？那这个而且呢，另外在地方上呢，将来凿井取水呢，这些事情呢都会面对。新北市的部分也宣布成立控花欠水大队，参自来水公司合作，以民生欠水5%，企业欠水10%做目标，配合全民做伙来控花。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目前中南部地区的水库水量嘛是一直减少，环保团体早起伫台北、台中、台南3地开记者会，呼吁政府赶紧针对大雨加收水费，嘛要做好水库集水区的保育甲废水回收，用有效的政策来维护水资源。水情出现减损，台湾拄着做大旱，互中央甲地方政府无用试试。毋但一寡县市陆续实施限水措施，相关的单位也杀出一寡闭源的水井、海淡抢这方式应用。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还佫有较侪努力的空间。集水区被破坏，所以我们的森林不保水，所以一旦没有下雨的话，可能就会断流。我们经过10年以后、20年以后，我们的水库越来容积越小，那我们经过几十年以后，我们可能就没有水库可以用。我们的中央单位非常的用心，在水量调度上面，建了许多的管子，把北边的水、南边的水努力的送。但是我们在珍视水资源上面，我们过往一直都没有面对我们水质管理的政策。环保团体除了点出水库集水区的保育、水质管制强化这个议题以外，也认为地下水入无够出，应该爱开源节流，防止地层塌落去。若是省水3法已经通过将近5年，所以用水费也应该赶紧开始征收。当年度净淋浴机就是进出可以平衡，那之后再慢慢，我们希望让它的库容越来越好，这样。那耗水费的话，我们现在已经不停的在跟大家做这个沟通努力哦。地下水这块，其实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有地下水保育管理计划在做。农委会我们在我们的灌溉技术上面，这一年一直在提升，我们逐渐的做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灌溉，同时我们也推所谓的省水管路的一个灌溉系统。全台湾水情紧急，环保团体伫北中南3地串联召开记者会，提醒相关单位重视欠水问题背后的水资源保护，期待以有效政策来维护水资源，共同度过欠水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布农族的6年王公路的失宪案，3月7号办研书辩论庭，1个月内就公布失宪的结果。动保团体早起去司法院定情，伊是认为讲无应该全面开放予原住民拍赖的特权。抓到票据化考核，动保团体会再来到司法院定情，针对原住民因为拍蜡保育类动物互判刑，司法院一定伫9号举行释宪案的研书辩论庭。动保团体认为，原住民族要求国家尊重因的拍蜡文化，但保育野生动物的环境甲生态保护，嘛小像是宪法所保护的法益。动物，他们不会说话，我们在这边要替他们发声，向大法官澄清。因为呢，我们觉得说，其实野生动物是最弱势的族群。55个动保团体联合发布5大主张，指出现行野保法为着要尊重原住民族的文化，已经开放哩传统文化祭鱼会当掠甲抬野生动物，无支持完全无限制全面开放。倘在允许全面开放猎捕保育类野生动物，原住民族无意拥有全面开放之狩猎特权，此将违反宪法平等及比例原则。但原住民青年定线反驳。原住民文化内底有规范，开放拍蜡无代表因地黑白抬黑白掠，因拍蜡并无破坏生态，嘛无法度接受互限制伫特定时间甲仪式才会当拍蜡。应该我们提前的去知道说，我今天去狩猎，我就一定会有多少的猎物，这件事情就是已经是不正确的，更不用说现在狩猎状态是要我们用非常落后的器具，这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安全这件事情。但动保团体依然强调，拍蜡文化绝对无等于拍蜡权，请大法官衡平考量族群文化甲生态保育的法益。记者林曾志成台北报道。来看花莲县政府甲民间合作，等下培养一种叫做南洋脊的大只五桂鱼哦，体型是一般台湾雕的几啊倍大，咱做伙来看卖。
这是花莲寿丰乡的水产养殖区，和游客望来的水池内底，都超级大的台湾鲷，凊彩一粒都真大只，平均一只的重量差不多有7公斤。没有抓过这么大的鱼，因为这是养2年后的鱼。它会不会吃饲料吃很凶？这个还好，比较大比较不会。业者表示，会这么大只，主要原因是用加密度来吃，搁伫中央山脉流行水质渐清气，才有机会这么大只。我们让鱼呢在宽广的环境里面呢开心的成长，所以呢有的时候不小心会养到这么大一个神雕。县府农业处表示，为强化水产竞争力，为去年开始，就辅导业者专门培养这种低密度饲的大型台湾鲷，搁以花莲鲷号名，希望分给西部的台湾鲷产品。我们现在在讲的吴郭鱼或台湾鲷，都还是认知在西部，不管是云嘉南这一带的。云嘉南其实是一个比较高密度养殖，不像花莲这一段。目前专门饲花莲鲷的所在，主要伫寿丰乡甲玉里镇，差不多是50公顷，年产量伫400吨。业者阁陆续开发其他副食品，比如鱼精、鱼酥等，年产值已经超过2000万。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的胜利新村是日本时代的军官宿舍，是真有历史的建筑。即马嘛正做地方上热门的文创园区，也毋过之前针对林荫道的做整修有淡薄受到影响。最近园区的整修拢完成了，嘛加卖这店头来遮经营，那么做伙来看卖。融合多元时代风格的胜利新村，是英国日本军队伫屏东设置的飞行团官舍。战后时期，佮成做国民政府的国军贯穿，见证过台湾2个重要时代，是已经超过80栋的历史建筑。即马总算全面完成整修啊！园区的人行道工程整修完毕之后呢，所有的品牌陆续的进驻，那人潮真的变得很多，然后有多元的店家进驻，其实对我们园区来说是帮助很大的，因为每一个游客来都可以有不同多元的，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为着要活用这个历史建筑群，县府甲这正式号名做胜利新村创意生活园区，招济在地文创人才进驻。有独立册店、餐厅、咖啡馆，也阁有艺文展览的空间等等，希望推动地方的人文发展，也通好促进观光。以过年来讲的话，每天大概比平日的人潮多2到3倍左右。现在的话，比之前也都还要好这样。最后一批的这个店家当中，其实有一些是还没有修缮完成，那有一些店家是因为入选之后，他可能也来不及，有少数的几个店家几个空间我相信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门。除了多元性质的店头，胜利新村家也会举办一寡市啊、写生、表演、甲 DIY 等等的活动，希望会当吸引到各地游客来遮行踏，感受无共款的时代感甲人文气氛，也通好互老贯穿，搁再充满生命力。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九如乡阿宝寮社区最近社区的职工甲大家种的金瓜、番薯、敏豆、素荷搭做成菜西瓜，装好一罐一罐，啥物口味拢有，食到佫会爽脆，订单嘛食袂离。真侪职工分工合作，有人咧切金瓜，有人负责甲切好的菜一片一片放入去烘。这是屏东九如乡的阿宝寮推出的综合菜西瓜。因为应用纯手工制作，有袂少食过的民众拢讲食到会爽脆。它是那种烘干的那种，就是很清脆、很爽口，很好吃。它不像炸物那种会有油腻感，它是很清爽的甜，还有脆的感觉。阿宝寮是一个以做食为主的社区，若靠天食饭，嘛着爱看市场的需求。有当时会拄到销了歹的情形。所以，伫屏东县农村再生办公室的辅导之下，开始研发菜西瓜，而且为了对外观的吸引民众，搁请设计师来设计外包装。我们算是属于农村社区嘛，然后我们一些农产品有时候都会面临滞销的问题，我们以我们那个蔬菜干作为我们的社区产业。然后来提升农民的收益。一般比较为大众诟病，就是说社区的东西都很好吃，可它的包装是非常的简陋，所以我们也鼓励社区在进行包装设计之前，就先去比较说目前市面上大部分可以看到包装形式是什么，也请专业的设计师跟社区媒合。社区发展协会表示，菜西烘搭了后，干那简单调味，保留上天然的气味，而且食到嘛更较健康。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市推出一个新的数位市民平台，提供市政府各种的服务资讯，亲像就是一张数位市民卡同款哦。有不过有真侪民众是用袂惯势，嘛讲烦恼讲无手机的市民，因的权益敢会受到损害。台中市长罗秀燕带着市府主管，宣告台中一直通的数位市民平台正式上线为市民服务。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透过这个平台，市政服务甲市民的生活会使更加大小化，处理生活大细项代志，避免去下载无同款功能 APP 的麻烦。每个局处都有他自己的 APP， 有的局处甚至好几个 APP。我想一般的民众要一一的下载，那在使用起来也眼花缭乱。实际上线操作，透过虚拟化来辨识台中市民的身份，定期就会使线顶申办案件、纳钱、市会活动通知等真侪项服务。顶轮就是数位化的市民卡，临时市民嘛会使登入，不过只使使用店家优惠。不过，民众认为数位市民平台看起来真方便，不过改变甲操作的方式还是无够优先。因为也许注册这些东西，有些人不会，就放弃去使用这东西。如果可以让它更简单一点，可能长辈的使用率就会更高。未来像长辈的敬老爱心卡，或者是小朋友的儿童卡，我们也可以在上面加条码和 QR code， 然后只是在保护各自的情况之下，我们会研拟说如何把它并进我们虚拟卡的范围，也就是说虚拟卡会做，实体卡也会并行。吴黄生表示，对着无手机的小朋友，或者是对着3C 产品较无熟的长辈族群，也是会使透过实体卡片并行的运用，卖加强功能性以及滚动式的扩充，调整界面来增加友善度，互生活伫大台中的民众会使线顶解决相关的市政服务。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国家图书馆公布109年全民阅读日的报告哦。去年因为疫情去图书馆借册的人甲借册数量，拢比前一年减少。也毋过哦，借电子册量却成长42%。疫情影响减少去公共场所，新北市少数的县市为着防疫，嘛把甲图书馆关起来。国家图书馆统计，109年全国民众去各地公共图书馆7969万人次，比108年减3500多万人次。平均一个人是借3.4本册，嘛是降低。过去受欢迎的旅游的册，嘛因为无法度出国下降。人生哲学方面啦，养生保健方面啦，可以看出来它的数量就增加。疫情之下，找安慰，借身心灵相关的册嘛成长，但是台湾人上爱读的主题依然是语言文学。分析城市阅读的能力，地下市是台北市第1名，县区人口50万以上第1名是苗栗，50万人口以下是台东县，而且台东人上爱去图书馆，平均是5届以上。用一些比较主题性的、方案性的，让大家爱上图书馆，觉得图书馆不是只有借书的功能而已。就实体的册下降，电子的册煞有明显的成长。国图统计，109年有363万本，增加108万本，成长42.35%。未来部分我们会配合民众的一个阅读的一个习惯，那么在电子图书的部分，那么给予比较宽裕的一个经费的资源的挹注。电子册明显增加，但是城乡的落差真大。台北市电子的册有46万5784本，台东敢若4万本。对此，教育部表示，除了透过经费支持，嘛考虑由国图统一平台分别身份了后，就会当去电子图书馆来借册。记者林小慧、新志明台北报道。台南市林黄图本地是用华语创作，当前改写台语诗，伊长期观察台湾的红树林啊，甲海边仔的事物，嘛甲伊的观察写入去诗内底，出版台语诗集，来展现出对台湾这块土地记忆甲感情。倒手边的水笔仔，船的身边，我对淡水巴黎。摕伊的泰生苗当来插去规张。这阵由台港四侧的历史磅空，黄煞对相边的红树林足了解，这是伊的故乡，故乡的美景拢是诗。这是按台湾湾海边事物的故乡，红树林因岛，
按入来因的厝内找找诗的感情。 66岁黄煞军人退休了后，捌做过四册大众庙等等四间庙寺的主管。伊笑讲家己是庙公，伊真关心台江生态。投入文史调查，以前创作拢是用华语写的。毋过6当前，伊甲牵手伫故乡经营民宿，就开始改写台语诗。伊的家诗文作品搭伫个厝壁。安怎写嘛袂超过李白、杜甫。 所以我6当前较决心，爱来用台语写作诗，写作有感情、有生命、活认认的艺术。海水若伤咸，路面就爱不时流汗。盐对目睭加溢出来。 滋类才有滋味。除了海家东，黄煞甲台湾5种红树林，阁有济济海边的食物写入来这本《马芬芳诗集》内底。俺拢知影松柏长青，唔知影木马黄青白啊伫海边，咧保护咱海岸线袂国土流失，海岸线不会崩溃。 对黄煞来讲，台湾这块土地一切拢是诗的灵魂。事物写了，伊阁写台湾的地理、人文，刷落来阁有野鸟。因毋望会当写出阁较侪有感情、有灵魂的作品。记者陈嘉文、为做台南报道。 咱来看英国伫今年年初正式脱离欧盟，英国法的宠物护照权益嘛大大救水。未来英国人要带动物伴、猫仔、狗仔去欧洲佚佗，就爱先摕着动物的健康证明，变甲真费气哦，无法度亲像以前共款带着行。 就甲咱同款，狗仔旅喜真期待下一载放假旅行。啊，毋过住伫英国的伦敦，即马想要拍走，面对的阻碍，毋是只有疫情封锁的措施。英国脱欧过渡期伫2019年12月31结束，原本效力包含欧盟的宠物护照也无遐尼够力，只有伫英格兰、威尔斯甲苏格兰地区有效。今年1月7日开始，英国人带宠物狗仔或者是猫仔、沙雕，想要去欧洲的附近 国家甚至是到北爱尔兰，除了爱先做小狗病疫苗，还阁爱另外向手机申请健康证明。I travel frequently. Pre-corona, I was probably traveling every week, and it used to be very easy with the dog. I was able to just hop on a plane with his pet passport into Europe or wherever without a moment's thought. I know that with the new Brexit regulations, the pet passport that was initially his access to the world is no longer valid, and to get outside of the UK, he requires a health certificate, which I need to have every time he travels, validated by a vet within a restricted time frame. 想要早宠物旅行，爱伫出发10天内申请健康证明，有效期限只有4个月。对比下到怨叹，疫情已经大大限制旅游活动。脱欧了后的宠物健康证明才申请流程，互旅游复杂程度各提悬。不只是宠物狗仔，训练来帮助人类的辅助狗仔也适用新的规定。啊，不过感觉真麻烦的，不只是主人，对兽医来讲，发出动物健康证明，代表爱做更较侪工作。 Since January 2021, it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cumbersome, and time-consuming to travel with your pets into the EU. We've gone from the simple pet passport scheme to this, an animal health certificate, which is a really long document that you have to go to your vet every time you want to travel. 因为即马伊原是伫疫情期间根本无法度出国旅游，桑托斯表示，实际上整体流程的复杂程度，恐惊短期内底也阁真歹有果。干能请英国主人爱加注意相关的规定，才袂因为准备无够败兴转去。公视新闻林孝如编译。这2天各地拢是一份好天的天气，也毋过早暗晡温度会差真济。就是到礼拜会有冷空气落南。 强度是瓦近大陆冷气团，所以后礼拜1、拜2会反寒，中部以北低温剩12度尔。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部地区上加20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加22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加24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加21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加15度，上悬2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